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无限嘅中间共同来研究客家诗音、语文、中国及认真补强试题教材嘅第三部分，一共有20题，一全1000题哈。课文一诗一语对照录音，加上补强解释一个题目，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大家都会记得，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行业，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同时这个文史、文语，再加上唱歌嘅歌曲词嘅用法也有所不同哦。所以研究客家语文在语言方面，一定要注意一个声母。加上韵母，加上上调，同时文史方面呢，要注意到文史嘅音、文史嘅义、文史嘅形一起，要注意到外来语加上地方嘅俗语等等多种嘅因素啊。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一个法度、程度、正确度。三度加把方位啊，能有办法主权大家了解哈。同时要注意到古时代嘅语言同现代嘅语言，再加上华语同英文嘅用法嘅文法方面，注意到文法啊。再有法度研究好些主权客家语言嘅结构同一个注意嘛。也希望嘅教學嘅先生以及小事大家，對於客家注音，不管是海太平岸一個語言嘅注音嘛，咬字用語、語言語音，能夠分明脱略可談。同時，今日特別提供客家語也有八大詞類、八大詞類嘅使用性質。第一个是讲名词，要注意到人、地方、事物。第二呢，推名词，推替嘅名词哈。第三，通词、通状嘅状况。第四，一个形容词，我嚟做乜嘅咯？就是形容名词、推名词嘅。第五，副词，一个头前一定是通词嘅形容词。第六呢？关于讲嘅是介系词、介词哈，一个就是对名词与其他词句之间嘅关系，哈，一个就像英文嘅 of 一样。第七呢，连接词哈，连接词语、单语也系记嘅。第八个呢，非常嘅重要，一个就客家特殊嘅用词，乜嘅咯，就係感叹词、创伤词同连音诗啊，一个对客家嘅语言非常嘅重要，哈。所以经常中乡亲大家对我嘅录音多听嚟做个参考，主解方面呢多看嚟呢个了解，本文方面多读啊，是能够顺溜，用嚟讲就用嚟写，哈。客家语、客家文，自然就会通顺又流利好谈，同时能够发挥到让人将传统的语言、语音从这个传承下来，哈。同时今日提同大家在报道讲啊，一个语词方面啊，一个连音诗嘅韵母。只有 R、A、O 嘅，其他嘅有五音，也都係 R、E、U、A、O。英文嘅是這個，有 A、E、I、O、U 第二個聲母完全是共同相同，也係有對64個韻母喺度嚟分析，做下啦，整理好來提供
本读啊来做个参考，一共有17组，安尼吼，由17组再编成为9组，一个声母用个来个喏。现在啊来讲啊是呢，有哇啦呀嘛那啊嘎巴，改成啊 a o 本音。我来讲啊是呢，有我了有么呢个波个单音，亦完全都客家音。一個每一個音呢，對創新歌也係講話一個語言方面呢，就會唔同順嚇。所以一個有一道聲母9個8個聲母加上 R A O 啊，結合是一個語言。但是現在連第3到第4聲，共有9個韻母，就係頭度所講嘅為了音咩呢嘅8個音，上條呢第1聲到第4聲，但是同華語嘅第2聲同第3聲、第4聲各有不同哦，各位鄉親大家記得啊。所以再加上講啊，聲母啊韻母只有3個，一個按到嘅聲母上條韻母加埋上來，有108音。當前第3個 A 音嘅呢，都係用一個文字方面啊，只用一個單腳嘅，但是實際上有3個哦，嚇。第一個是名詞嘅，就一個兩個一個，真太下。第二個呢，我的副詞頭前一定是形容詞、形容詞加上動詞啊。但是按各位一個介系詞呢，一個有用介紹嘅介啊，但是它個還是用單腳嘅安尼。出現了一個 A 音嘅第3啊，全部用單腳嘅，一個對語文方面呢有所影響狀態嚇。所以語同文也只有用本音 A 音。經常講嘅是呢，看的就變成個看 A 啊。用詞方面呢，亦冇用一個副詞，一個所以一級別嘅3個方面 ，R 同 O 呢，都當作稱詞，稱什麼稱啊？一個女語嘅稱什麼稱詞，冇用連音，所以全部都係用6一個音嘛，啊，所以我啦也嘛那個巴冇用，我啦也嘛那個波也冇用。所以全部都用6音，當然簡化是最好，但是是傳統嘅語言，冇用一個語言，聲母加上韻母加上上條，一級文字一個冇符合的文法，就頭頭所講啊，客家文化有沒有八大詞類、8態詞類，所以個用法不一樣嘅，詩意認為有辦法表現出來，你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同客家嘅歌聲，嘅音質方面相差真多，所以只是當前嗰種嚴重嘅鄉親，大家對於講啊，現代唱嘅歌嘅冇符合於過去傳統嘅流行嘅歌曲安尼嚇，所以一點呢，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嚟加強嚟了解。至於我哋基本嘅標題嘅圖像，一個老虎嘛，同個樂嚇，樂有2音，一個單音字啊，那個咩魯聲字，樂同樂2音嚇，樂嘅身材是看到老虎嘛，看到身材身上全部身作鐵甲喎。牙齒都會打開的啊！咱各位老虎嘛，那係一個蛤蟆鬼，被咬到渾身一邊啊，一棍啊，保於無命哦！啊，那個樂同樂是連音字啊，所以一個意思就係講啊，
司马岳武贪色互相打斗，必是为牙团皮瘤。就係董事長前所講嘅，蛤蟆唔是六塊肚皮會溜喎，也係親像一個孫子先生所創嘅雙家唔得半家錯，面上可能是呢進退如何咁樣辦嚇。另外呢，客家平板有正統嘅語言來別下嘅體制所創嘅非常有嘅客家嘅傳統嘅語言。另外李秋霞小姐所創嘅梅建華嘅歌呢，客語非常嘅標準嚇，非常嘅標準，一個連音也非常嘅合適。當前好多客語歌都會採用連音嘅連音，但是好多做不規則嘅變化，人提示上是用 A 音，而用 R 音啊。人瓦拉亞馬那加巴，伊就為了客家話是為了也咩呢個別個提示上，好多呢是用瓦拉亞馬那加巴提示上，所以這個詞方面，伊種本音也係單音 A 音嚟做一個表示，冇用到中文嘅詞，但是中文詞一個11則詞啊，11則詞是連音詞只有11則詞，希望各位鄉親多了解一下嚇，看下一個說明，也是符合於一個措施用詞方面嘅詳細會議新生專制假借假借。因為每一則詞冇辦法有8則詞，所以先適當嘅詞義詞形一方面來應用安啦嚇。所以當前嘅客家語音嘅唱歌也好，嘅音色具體嘅影響，希望大家共同來研究改進。快些同大家講啊，12分12秒嚇。一個主要寫出來，本大家啲嘢係啦，係咁唔同。對12分12秒嘅數據嘅，也填落啲度嚟看大下本文。好，我也嚟讀本文。一個客家實驗語文中國嘅認證補強試題嘅教材73部分。一個一詞一語對照錄音，同時補充解題，本大家嚟做個參考嚇。先題一。一共有50題哈，先題先就是講啊，錯嘅先最錯嘅，這客家話呢，先測都錯嘅意思，呢度裡有唔錯嘅哈。後來跟第一條，關於講5毛錢，客家語是講乜嘅喏？5元，也係講5片元，也係5점錢，哈，也答案是5片元啊，5片元。5元就5塊錢，5片元就5港元啊，5점錢就5分錢啊，也就大家單位不同。第三，第二，個答案就第二，個5毛錢就是5片元。第二，一個日後、如後一個話呢，是指客家話講，關於是講後天還是前天將來呢？哦。一個係講啊，第三日後啊，就講將來嘅意思啊。另外有個上頭正常的長，上頭就是有人從代理來，從代理一路嚟來，從代理來，哦，上頭經常的意思。啊，日後就是個將來。第三，調兵將將，調到一水土。一個將將客語嘅調變是嗱彎彎，那係直直，也係長長咯。答案是將將，就係彎彎嘅意思啊。調變直直，那沒回事的啊。調變將將，調一水土，一個客家嘅俗語。其實明天是指關於講明天，係指乜嘅喏？今晡日也係天光日，也係初晡日
也就分他个的这个，马个呢，根本也就是今天，天公日呢就是明天这个草本日就昨天这个后来再看第五呢，这个花生米，关于讲花生米，是指马个喏，客家话米肠呢也是泡的第二饭头第三呢玉米玉米就是关于讲的玉米，就是俺们讲这个河洛话讲番麦，客家话讲包熟这个第五花生米就是指第二个饭头，要普向前讲剃头。饭头同饭头盐冇相同这个有老糖分嘅叫做饭头盐按一般讲饭头，这个是指那个俺们种田方种嘅剃头第六，菜南嘅菜冷了的南嘅在煮，也就按照乜嘅喏，煮過也係學過也係南過南菜，用第三嘅南菜，南是指手，學呢是指五個方面，煮呢就是開始在煮並材料這個希望各位同學有所了解，煮學南一方面。第七，繁殖頭菜叫做什麼呢？按照乜嘅中頭菜，也係下頭菜，也係鹽頭菜，也係點頭菜一個用鹽係的一個將綠頭嘅嚟看到水同行，冰水係鹽就下頭菜，頭菜用下係的甘蔗是用插係的嘅，飯頭是用落係的嘅，個羊嘅呢用一個羊係用點係的嘅，乜嘅喏？一個鹽呢講鹽呢用點鹽羊一個就用詞種詞嗰個用詞按樣去用，大家要了解下。第八，燒香係嚟後嘅呢燒湯呢嘅燒竹機嘅按照乜嘅喏？嘅提一個這個香精呢香精呢，香花是燒係嚟嘅香菇也是俺們食嘅香菇料當中嘅香菇也冇相同所以乜嘅香精呢？一個呢是材質。頭前有鹽有鹽拿對後背的那個鹽，就香精呢第九，使用一個漏味撈起來的撈，由上向下撈叫做乜嘅喏？由蛋糕向底下一個叫做撈，也係夾，也係撈，也三隻字呢。希望各位向前了解撈就是由底下向蛋糕叫撈，夾呢就撈嘅對蛋糕夾一下，一個撈呢是左右肩順，一個撈幹耳一個撈所以一個語音撈夾撈夾撈要注意下第11，日頭太陽時隱時現時隱時現一下會有講一下鹽，也這個叫做什麼呢？雨天、落雨天不講落水天，也係無陰天，也係晴天個天長嘅長晴天，一個無陰天無雲雜呢無陰天冇落雨第12，田圃圃還是指乜嘅呢？圃是樸素的樸，嘅木是一個念字嘅木田圃圃是指黎明也係傍晚
中午那这个呢是黎明，就是这个天不负的，就是黎明，这个为天光的关于讲黎明没傍晚，傍晚是临暗中午是当主一个话，一个解释一3条各有意义意思。第五，一个5月节有很多乜嘅呢？重阳节也是端午节，也是中秋节重阳节是9月初9一个端午节是5月初5农历嘅那个中秋节呢8月158月15那个7月半7月半冇講7月中一個7月半8月15月亮起片2咩起片8月15就中秋节开业法个元宵节呢就是7月半端午节一個就5月初5所以一個節日嘅客家嘅名詞係用嚟讀。第14，冬年路客家人用嚟讀，寧靜的寧，一個冬年路，也係冬年路，也係 Noel 年也就是年 Noel 年唔係年年年關鍵是年，冬年路的年，也就是改多人都唔錯冬年路 Noel 年 NEN 注意嘛，第33，這個可能的能，也就是呢，也改多人注意唔錯可能 Noel 年Noel 年同睇到冬年路嘅年唔相同一個年是再下來一個要改快速嘅一個尾，一隻尾呢，一個二聲嘅一個尾，有人讀尾有兩音尾同尾有兩音，一個尾一個做兩本人讀，乜嘅呢？千字不成千，女人又在旁邊，女人在旁邊，女人怕鬼，鬼又在旁邊，一個像魏國的魏，三國演義魏國一個魏嘅音一個17愛耶人客專音詩用嚟讀，連音詩是用嚟讀愛耶一個介紹的介也相同有為了也沒那個別，一個是介詞也有加上這個時間呢，就變成了所有個一個所有嘅第18，牆壁，客語是講牆壁以上即可以一個都講壁，牆壁關於客家話講壁牆呢就是屋樓位嘅圍牆一個牆壁一個客家同華語冇相同第18，頭獎一個題嘅人頭年都係是那個一個第3，一個多獎國語嘅多獎頭獎可以是講頭年頭虎儀呢一個儀是魯字古音字各位同學嗰啲人覺得我頭虎儀出嚟寫嘛，就是豆腐乳豆腐乳頭虎儀古音字第20個關於講生產作業字生產作業啦客家習俗什麼嘅酒呢是個喜酒也係薑酒也係麻油酒一個喜酒一個就係呢結婚嘅叫做喜酒結婚呢叫做喜酒薑酒呢是送本
这个介绍人的媒人婆一个媒人公所食嘅酒就强酒，送强酒麻油酒就是专业的人士嘅麻油酒，所以嘅3种酒呢，各位乡亲都了解了第21，年轻人行业做按怎乜嘅咯？第一个是后生人，后生人第二后生嘅这个宰字头前人一个头前有孙上是安上 ，NG 拿到后边了分后生嘅头生嘅是也有2种写法，南头嘅头，摸出一个头下出生嘅头生嘅就是青涩的意思，头生嘅所以年轻人是按照后生嘅后生嘅第22，曾神父前左右2片，一排嘅物件都按怎乜嘅咯？2片，曾神父2片嘅是赤物也係曾神父，也係黃物嘅囊嘅，個是黃物黃物。一個赤物呢，又按真神物一個大家有所嘅嚟了解，我哋物嘅按名好客家話。第23，囊嘅就是真假物，囊嘅就是真假物一個真神物，當然是黃物嘅中間做行嚟嘅，也只有客家嘅鄉親山河縣有一種物嘅其他嘅族群是個少一種，一下當然是稀的物，一下冇一個囊嘅第23，囊嘅是指走廊真假物一個物腳一個都聽嘅真假物一個頭多所講嘅一個黃物真神物，嗰個人食擺去囊嘅，人食擺去就是一個黃物24，行業投入貴次元是指乜嘅咯？貴次元就第一個講天生乜嘅呢？天生本來就是這樣子，上天所創造的，上天所創造嘅。第二呢，強壯；第3，科學一點呢，也就係本大家了解，乜嘅呢？天生乜嘅呢？強壯嘅次元一個答案是個次元。科學又分為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一個後尾所講嘅一個外就呆的意思，次跟熊，這3檔事希望各位鄉親都了解。外就是受到外力的影響，變成乜嘅都唔對；次受到內力的影響就像一個西來上西門想痴情化，佢想內心影響我變成昂特殊嚟講是呢也看來看去還是幾好嘅就係痴一個熊呢，人家唔敢做嘅事情，而敢去做壞事情一個喊呢，這個人家好做嘅事情，唔敢做嘅好事情，而敢去做就喊啦你想行業講幾隻後生嘅抬條是指乜嘅意思呢？是講答案就是講第3一個昂嘅意思喊抬條就喊真嗰陣衝真打細算昂呢昂真喊這3隻字意思冇相同。26龜牛講龜牛答案是講很不聽話，客家話講不聽話，但是後生人講龜牛很健壯，很高興佢高興龜牛有人問我山牛
无都讲慢牛有一句话啊，嗰牛山牛慢牛唔通花嘅啊，山牛就是无花土嘅时节，无牛皮牵嘅啊，佢就系山牛，佢就唔前高花嗰牛嘅啊，山牛啊，第28一個叫蛇三馬嘅蛇加上絲相馬嘅絲啊，哈，相似嘅絲，也是乜嘅意思呢？叫蛇就是做不乾淨啊，做叫蛇嘅啊，人哩嗰是個親腔，死得鬼慢啊，鬼慢。另外還有叫蛇喵舌就死到一絲絲的，叫蛇就是親腔啊，喵舌就是一絲絲的。第29，八風啊，八風個花風，關於講花風啊，是乜個意思呢？是八字嘛，八字是電線那個嗰件不彎啊，嗰件不破嘅啊。第二呢就是八詞八點，花風關於講花風就是八點。那個北抗北抗都那個北九抗啊，北點就是花風，北四是電線柄啊，彎還有件土拍破嘅啊，一點大家要注意一下哈。那個身體健康是第一的哈。第30，阿公婆是指乜嘅呢？阿公跟阿婆啊，神主牌啊。一個第3呢，神主牌，因為阿公婆神主牌喺度哩，不是由阿公乜個生來就公，生來就婆，有一個名字哈，所以個雙胞胎、下胞胎一個注意名稱啦哈。一個抹酒仲淡地用一下啊。一個抹酒是一邊食酒一邊講話，淡地呢，地用火爐花茶啊，地有一個牧師加上導師啊，很多都多啊，淡地啊，一個淡地就見食茶，見講話啊，抹酒就是講啊，見食酒見講閒話啊，見講閒話。再看第31。客語講啊，食酒係指乜嘅呢？是指抹酒，也係婚嫁，結婚嫁出嫁嘅酒，也係麻油酒咯，也冇相同。抹酒就是通常食酒，婚嫁食酒呢就講係食酒啊，麻油酒是做嘢食嘅啊，所以嗰度老人家要俾人食起來咯，我去食酒啊，係就是也喜事啊。食酒一句話，唔啲客家那個習俗那個風俗嘅人啊，如果食酒按羅係唔會食酒喎，唔係啦，佢是喜酒啦，有時冇時去俾人食，就喜事就講啊喜酒。第32，客家嘅狀聲詞，狀聲詞是唯一相同的語言啊，一個上條是。全部是第到3咯，第3啊，狀聲詞，就像嗶哩波咯，西哩嗦咯，起哩科咯，個嗶哩啪啦，個全部第3，四海太平安啦，完全是相同啊，哈，狀聲詞，一個連音字也係相同啊。第33，櫻桃小嘴，關於講啊，是指八路仔，也係接五仔，也係媒人仔啊，一個大家了解名字。八路仔就是講急真好講啊，接五仔呢就是細個最細人幾好看啊啦哈啊，就等於關於講啊，是呢頭先講啊，櫻桃小嘴啊，媒人仔。清清圈圈總是希望有錢人落台，也就媒人仔啊。來看第34，
点火用的样的一个唔系用的，一个天气上客家话个天，西安的天气上用我变成天气上咯，一个用载字咯，一个木马跌当，一个就是有可乐咩那个海绿盐嘛，海绿盐、南岛西安盐做出来的，因为在字个前面是要用名词或者动词，底头前呢是形容词或者动词，一点要注意哈。这形容词嘅时间可以乜用嘅咯？点火用嘅，点乜嘅火咯？一个出落火，出嚟火，反嚟火，有安尼名嘅字哈。嗰段嘅意思嗰段嘅意思。第35回娘家，客家话就安怎乜嘅咯？客家话就讲回家乡，第二咧，叫转每家。他人家是讲转外家，外家转外家有两种讲法头回家无相同头回家乡，一个答案是回娘家就是转外家第36打茶单、打车单是指什么关于讲打客家话讲打茶单，是买茶票。茶票一个内部方面呢讲茶票其他地方讲茶票卖茶票即讲打茶单，卖一个 container 嘛打单呢，系嘛打单呢一个打票嘅冇应该打票打单呢，买购票证明门票第个种第一个买茶。打茶单就是指买茶票。第37，漫画中的人像，漫画中嘅人像客家话是讲乜嘅咯？係内公嘅，也係人公嘅，也係阿公嘅一个在字前面是一个连音字，前面是名词，内公嘅係冇唔係？漫画中国人像和人工嘅还是为个演出双人工嘅比赛内功嘅即讲从古佛一两个意思是相同，就唔讲话点内功嘅用嘅冇做古佛个佛教嘅佛像。38那个魏征魏征客家语是乜嘅咯？魏征一个有辣椒系沙茶酱，也系米酱咯一个米酱魏征一个日本话所讲嘅味噌汁嘅个米是魏征客家话是讲米酱，但是内府嘅方面呢，就讲头酱但是头酱同米酱，其他嘅地方是冇相同魏征那个米酱同头酱是不一样，内府嘅特别，一个魏征也讲头酱，其他地方讲米酱。这个39公寓，关于讲公寓，都在客家方言来讲，一个第公寓，上面做嘢公寓唔係乜嘅咯，係公寓好，其實這個有思想帥思想客家語，也就是帥，也就是有思想講互相有嘅咯，有思想奉有思想，安尼讀一個第40呢，第43。有一个人，有思想唔系衰思想有思想第41一个客语讲结局嘅係指乜嘅咯？是結局咩？也係招人都要玩，也係結造咯一個結造也係結要咯結局嘅就是招人要玩一個結局嘅
啊，也都该作为你所讲嘅啦，哈，要教人啊，一个要是同时嘅时间读要，本要到找哦，跳书朋友讲找哦找，查也有诗音嘛，哈，抓啊，第42叫塔查嘅手把，客家话讲乜嘅喏？客家话讲茶树嘅。茶树嘅，此种脚踏茶被普讲昆明茶，各地方是不一样啊。昆明茶可能是河洛话转过来昆明茶这个脚踏茶嘅手把叫做茶树嘅，茶味嘅呢很多路啊。茶叶呢从事方面是讲茶林呢。的茶林呢茶墩呢就是茶墩呢，就是脚踏茶当过嘅脚踏茶有瓷砖茶茶墩呢一个坐嘅马墩呢有马墩呢坐马嘅马墩呢所以脚踏茶嘅手把叫做茶树嘅第13一个鱼的鳃，那个鳃客家意思讲乜嘅呢？海水也係講改水，也係講海水一個圖嘅天一個海水唔係改水，改是改嘅，但是冇錯，下馬改嘅改嘅水啊，就一套海嘅配音字那個鳃一套客家話係講海水，那個海水一個第44標題標題嘅詩應該是用文圖拍圖以上都可以叫做用文圖，所以各位鄉親，大家注意，我過去已經在個白話語文地圖裏有講到過。乜嘅時節要用文圖，乜嘅時節要用拍圖要注意到一個就最簡單嘅，就是講歌詞方面、人事人嘅方面、一個路嘅方面，民生路冇講民生路一個就講文圖嘅做法，法律名詞也要用文圖。第45棉ผ้嘅是指手巾還是毛巾還是浴巾呢？一個就毛巾浴巾呢，我哋講洗身ผ้，書巾呢，叫做退下往行嘅書巾好，第46一個飼料的飼飼料的飼一個音量嘅通咯，就是這個飼料，客家話是飼料，國語呢飼料一個飼一個本家主要是個飼料，唔係講飼料喎飼料是國語。第47品性不良的人，客家話佢講壞人壞人也個講壞人一個壞歸壞是指物體嘅東西，壞是品性不好，這個壞個人歸壞壞人個第48國語講飢餓窮食啦，飢餓窮食國語講飢餓窮嚟食啦，客家語就講凶還是惡還是凶惡一句話，意思本大家了解，乜個能夠凶食東西是那個凶，個窮嚟食。惡呢就行為會打人，會傷人就惡語言會傷到人，行為會傷到人就惡。凶國語凶惡是一樣，客家話凶和凶，惡和惡冇相同49好壞都有一講，一句話一樣嚟講咯，就是言辯罪白羅罪呢就講急，正罪呢就講佢人佢好看，
樱桃小嘴头都告诉讲诶，其实你毋说，个关于讲啊，会议也个用来讲，也个也个东讲个出嘅这个为唔没非唔没也没有语，国语是有语一个也就是非，所以嗰市场出嘅单词嘅名词啊，真正啊，像爱啦，像用啦，常用啦，也都名词嘅读法，28位注意啊咧以上呢，像讲嘅45分30秒，感谢大家。另外呢，客家西洋语音一共有6音西洋嘅有6音，也6音呢符合相同，但是发音是不一样另外大下呢，其他嘅参考资料，详细向各位乡亲点一个名字，再来谈看是呢一个俺人所讲嘅补强试题啊，陆续续，今日是讲到第3个下一次是第4个，点一个名字，也文化博士啊，有概念性天数，将一个一篇一篇点出个名字地图里，另外一个客家白话语文的文法，一个过去一个希望，一个目标，也系讲啊，有研究有文法，文法是传统的讲法一个也系规定嘅，所以一个也非常的感谢。屏东时报、天直播啦，客家天直播啦，有教材、YouTube、雅虎啦、Google、Facebook 等等网站一起好友，其实我在基础 email 也2万个提供俾大家咧研究做参考。另外一个客家商业规划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客家人对做生意方面呢，各有冇讲究，像爱做农农家一个亲像北部嘅乡亲，就是嗰晓得来做生意安尼，所以南北乡亲大家嘅发展各有不同农家人南部嘅乡亲，他们做农家人。再看客家白话语文嘅研究有100篇一个错别字也会喜恶等等100篇，也就文章篇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那个闲点来谈看是呢一个有一个文化嘅性质嘅存在有文化性质，文史可以看本文一个客家白话语文嘅研究100篇，非常感谢文化博士嘅点在网站地图里，网站地图里呢还有可以看到文史。地图里点这个资料来源就可以连接到一个台湾客家天直播就下一个，所以篇章100篇，希望大家多多来参考的是呢，因为地方不同，语言不同，讲的方言也有所不同。另外研究的57年嘅客家嘅西洋白话语文嘅连音诗一个连音诗。古书嘅音 A 音有上母只有 R、A、O 诶，古书音就是那个以声母就 V、L、E、M、N、G、B 嘅音，一个其他嘅地方呢 A 音就 V、L、E、M、N、G 嘅音 ，V、L、E、M、N、G、B 同 A 嘅音，古书音。冇大音是，泰鲁环腔呢是有1度大，1度大，所以 R 同 O 呢相同瓦拉亚马那亚加巴嘅音，唐亚度、昆亚度、皮亚度、苏达度、牛瓦度、國家度一個音O 呢相同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詩同語嘛，我哋加強所以我特別將 A 音呢用5代博士写我寫這個本大家來做一個參考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報告說明多一下
也最後呢，祝福希望大家感謝你，祝也捌參加一個中國級認證考試嘅鄉親啊，能夠高分通過客家語嘅高級嘅認證240分以上就係高級嘅嚇。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希望俺自細有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